星期六第一次跟享樂假期，許兆慶2天遊價錢99蚊，內容意想不到的好。星期六日旅遊人山人海，大家看見香港旅遊的熱誠，喜歡熱鬧。享樂假期由梁小姐帶隊第5車，在車上沒有銷售物品，只是講解行程。好意外，每人有一份小禮品。經過一個服務區小休，約12點到達一間酒家午飯。呢隻鵝做得好好味，識得一讚。總共10餸1湯白飯任裝，仲有飯後果添。午飯後帶我哋去遊船河七星岩湖，入場費由旅行社包埋。呢一團人起碼有100幾人，陣容鼎盛，非常熱鬧，以99蚊團費意想不到。聽好多人講99蚊會賣豬仔及冇啖好食，在我食完第一餐，夠得已經值回票價。入場費80蚊，長者60，旅行社包買。坐船遊覽肇慶七星岩。七星岩位於中國廣東省肇慶市端州區中南部，風景區有5湖、6江、7岩、8洞。1982年鼎湖山與七星岩組成肇慶星湖旅遊景區，2020年成為國家5級旅遊景區。在欣賞風景同時聽返首由 I 創作嘅歌。琴弦拨动了涟漪，绕在七仙湖畔的晨曦，谁的指尖流淌着勾引悠扬，千年故事在旋律里苏醒，竹笛追皱了波光，月光亲吻着古桥的沧桑，少年眼眸倒映着星河滚烫，墨香晕染了青石小巷。轻声其实你轻声唱，唱尽人间离合与苍茫，音符落在我的心上，化作蝴蝶翩翩向远方。琴声落时你轻声弹，弹着浮世若梦太匆忙，若能回到初见时光，定将诺言刻在竹简上。弦上说彷徨，玉指轻拢满年诉衷肠。你说琴弦藏着故乡的月光，每道波纹都是思念的形状。固执咬碎了斜阳，余音漫过雕花的旋转。少年纸伞走过烟雨长廊，伞骨滴落着唐宋的霜。琴声其实你轻声唱，唱尽人间离合与苍茫，音符落在我的心上，化作蝴蝶翩翩向远方。琴声落时你轻声弹，弹着浮世若梦太匆忙，若能回到初见时光，定将诺言刻在竹简上。欣賞完湖光山色美景，跟住去行步行街。
宋城騎樓街融合了南洋及嶺南風格，欣賞古舊建築。在這條街步行非常之舒適。這裡有一個古城牆，古城牆始建於宋皇佑年間，北宋康定年間。城牆內保留完整共有28個敵台。肇慶宋城牆不遠處這一條百年老街，夾道林立的騎樓，高掛的紅燈籠，洋溢懷舊。一片喜洋洋，迎來馬年好開始。新年期間，騎樓街一帶晚上亮起迎春花燈，沿途拍照會好似回到過去的歷史。大街開拓於1913年，全長約720米。1928年開始出現具有嶺南特色的騎樓建築。旅行期間，團友會在這裡買一啲乾貨回香港。麒麟街位於端州區。具有特色嘅餐飲地方。這一條便是肇慶古城牆，只是城牆位置。城牆大部分保存完好，大致呈長方形，周長201公尺，東西寬闊，南北窄，中東段403.4公尺，西段3769公尺。古城牆建於宋代，不同朝代有擴建和修飾。行程差唔多坐車去食一個晚飯。旅行社在這間餐廳中收得唔錯，馬到功成，每一台有2支紅酒及汽水，非常滿意。好，接落嚟嘅話呢，事不宜遲啦，我哋可以上裝戶食飯，食完飯之後再繼續。伙食好歌貴價甜，餸菜精美好味，滿滿一台澳門粥。每一餐必定有嘅肇慶種好味道。直情係好似有個 TVB 大製好驚喜嘅團友生日都有蛋糕食。這團值得參加，記住只需99蚊2天，2個蛋糕人人有份。突然其來的驚喜團友非常開心。飯後有餘興節目，非常盡興。哇！呢個問題我考到咗好多我哋香港個老友嘅。啱先邊個大聲聲講啊？仲有邊個叫我？喂，點解梁朝偉咁快估到㗎？好難下咯！唱啊估啊，邊個都識估。我哋難度就係大增啊！哇！你哋勁啦！上海灘係咪？嚟，姐姐唱兩句先。水會不休，後趁了世早很心若點點無心錯，是情，聚散也有天注。飯後餘興節目盡興，回酒店休息。酒店5星級，環境唔錯。房間好
大乾淨企理清靜。如果有小朋友帶嚟，更加開心。窗外遠景空氣清新。早餐於酒店內自助餐供應，早餐都可以。這是酒店的外觀。於酒店來聽一個旅遊介紹講座。咁啊，呢一個係我哋5日嘅行程安排啦，睇睇先。大家都坐我哋目前中國第一嘅交通工具高鐵動車，喺深圳北出發。公司主持人介紹咗2個行程及團友報名。你200蚊全部啦！每位團友免費送1盎新會陳皮。如果報團另有人參送，每團再減1000。聽完介紹之後，坐車去食一個午飯，全場與夾散，餸菜非常之多，10餸1湯白飯任裝，滿一台餸菜食得非常滿足。這間酒樓餸菜煮得非常之好食。食完飯開始坐車回深圳。回程途中經過7星岩給我哋拍照。在7星岩門牌坊附近停留30分鐘。享樂假期值得參加，留意3月12號後，另有行程更精彩，歡迎免費加入我頻道，下次再見。